还过来有一个网友伫咧订房间的网站查询台北青年旅馆住眠费用，结果看到台北车头边啊某一间的青年旅馆，拜六住一暝2个床位，竟然要15000外块，互伊拢硬气化工，也是出国较贵气。也毋过其实哦，这间青年旅馆平日住一暝只要1000外块，为什么来到假日会贵10倍呢？同业讲，这恐惊是一种促销的特殊的手法。透早真侪游客赶大包小包出入捷运站，台北车头附近饭店、旅馆真侪，也毋过煞出现这款的乱象。捷运台北车站出口周边100公尺内青年旅馆林立，但是一晚的房价竟然突破万元，让民众直呼不合理。有网友讲，这礼拜六想要来台北佚佗，透过订房网查询台北车头附近的青年旅馆，发现讲一暝2个人大爱15000块，平均一个人差不多要8000块，所以想讲规气出国去佚佗较赢。就很不合理啊！这个价格我为什么要做青年旅馆？觉得合不合理是看每个人的经济情况吧，就不会去定它呀。没有人住，它自然而然就会降价啊。一个问，即天已经无房间啊，要毋过详细一看发现讲，平时拜到拜是一暝千几块尔，假日价小差几10倍啊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我个人会觉得，这或许也是一种操作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手法，希望客人可能是不是去订其他的，他另外有提供的一些不同的房型的房价，也有可能圣诞节或者农历新年，这种特别的状况时间来讲的话，我想最多应该我们可能只会加价加个800块或者是1000块。饭店业者嘛承认讲，青年旅馆的价销公开透明，加上自由市场的机制，就算伊价销无合理嘛，无法可管。建议游客订房间进前小比较一个，安尼较会好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